好，你先看一下你隔壁的人，我隔壁。好，再看一下另外一边的人，然后告诉他，我今天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今天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安静一下我们的心，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抛开这礼拜所有的忧虑、所有的压力，我们奉主名宣告，所有这些不属神的意念都要在此时此刻来除去。主啊，我们将我们这礼拜所发生过所有好的事情交托给你，还有坏的事情也交托给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虑重担，此时此刻求神上帝你来除去这一切。主啊，因为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全心全意的专注在你身上，我们要献上我们最大的敬拜，阿们吗？阿们。好，我们这时候用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这创造的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神都知道的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神配着我们赞美，阿们吗？神创造的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神都知道的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赞美，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一起来宣告。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配得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于你到永远。我主我王，赞美都归于你。配得配得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于你到永远。我主我王，赞美都归于你。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好的，我等一下再邀请大家再从头唱一次，很像大家刚睡醒的感觉，很像还在暖身，所以我邀请
面讲说，我要大声来赞美神。再跟他说，我要看到你跳起来。我们从头再唱一次。神创造地，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神都知道地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大家跳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赞美，让诸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我等一下要邀请青少年，我们从头唱的时候，青少年你请你们一起大声唱，好吗？神创造的6、7、8，神创造的宇宙万物，青少年大声唱。神到地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大家一起来，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跳起来。赞美，赞美，让诸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最后一次赞美，赞美，赞美，让诸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让我们将我们最大的赏赐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起来宣告，哇哦，哇哦哦哦，哇哦哦哦，哇哦哦哦哦，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云河流去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他们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一起来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
准备好要来敬拜他了吗？我们用这首歌来向他献上我们最美的声音，献上我们最至高的赞美。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温柔的主圣灵，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高举我们的双手，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更深的来敬拜他。在我所走的每个角落，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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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当我们敬拜的灵打开的时候，神他垂听我们在他里面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在这里敬拜，神也将那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放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今天要特别来为我们永光教会在明年新的年度呢，我们有新的意向、新的计划、新的安排。神给我们的牧师，让我们的牧师就像保罗一样，得着那圣灵的大能，来带领我们的教会 Amen 走往神所喜悦的。也求主来帮助，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过去你参与在教会，你的心意是如何，我们从一个新的年开始，我们说主啊，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主，我要全然的与神你同工。主啊，求你使用我，差遣我，我们更多的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委身，
服侍他，我们相信我们必蒙福，好吧？这个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为我们的教会成为神所喜悦、讨神喜悦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好的新的年、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并且我们也求主赐下真理在我们的国家当中，阿们吗？一切的保护、一切的安全都不在于人，也不在于我们的武器有多强，而在于万军之耶和华。当人靠车靠马的时候，我们唯靠万军之耶和华方能成事，阿们吗？所以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因此我们当每一天都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台湾的平安来祷告。好，这个时候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台湾的安全，我们一同举手，我们来开口，1、2、3，哈利路亚！主啊，你掌权在台湾，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国家的平安交在你手中。主啊，谢谢你过去怎么样赏赐台湾，主啊，因着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说一心诚意，就叫我们能够走在那义的道路上。主啊，你要挪去我们台湾，主啊，在一切不圣洁拜偶像的事情上面，主啊，你要挪去我们过去就如同那个犹大国所背逆了神。然而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悔改认罪，求主来饶恕我们，也兴起我们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主啊，你在空中为我们守住，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屏障，主啊，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主啊，我们都要紧紧的依靠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找到方向，找到真理。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我们要拜。立志我们的脚步，哈利路亚。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就是要敬拜，哈利路亚。在我所走的每个角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在你呼召之地，谢谢主，我要全心呼召我，无论何时让我们能够来敬拜，我要全心敬拜。哈利路亚。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脚步所踏之地，即便是角落，即便是地极，我都要敬拜我的神，因为我的神是配得我承受，他是掌权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救赎我的生命，也释放我在我的疾病当中释放我，使我全然的得自由。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敬拜这么美的敬拜的声音，我们要归掌声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敬拜神。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诗班，哈利路亚！而且我们透过诗班要带领我们进入更美的敬拜当中，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位至高的真神。所以这时候，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谢谢利未诗班今天早上用台语的诗歌带领我们来敬拜。耶稣呼召我们来走天路，他带领我们，要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进步。阿们。这是主所应许的，跟随他必有丰盛的生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一起透过像这样的一个诗班，用诗部的和声在展现我们是同心合一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阿们。跟隔壁说，我们是同心合一在主里面的。来，是，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很美好的领受。哇，今天牧师忘了做一件事情就是应该要把台语的部分要调整过来好，没关系，我们现在也依然可以用这样
来进行。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哈。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对永光教会的祝福。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请坐。我们要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神的话语啊！我们齐声一起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阿们。好，这时候请亚伦帮牧师帮忙切换到那个讲道的那个部分哈。OK。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过去我们7、8个礼拜以来一直在努力来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你觉得你这几个礼拜你对祷告是不是有更深的一个认知没有？有吗？你对祷告是不是更觉得这是需要的没有？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更可以经历，这祷告是神给基督徒一个最大，而且是最大的权柄跟祝福。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领受的，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之所以可以依靠它，不是用想的，不是用努力做什么，而只是单单来到他的面前，来就近他，把我们心里所想的倾心吐意在他的面前。这是主给我们最棒的一个课题，也是给我们一个权柄。祷告容易还是传福音容易？祷告容易，对不对？好，祷告容易还是讲道容易？OK， 好，祷告容易还是扫厕所容易？OK， 好。大家都知道祷告容易，对不对？那神应许我们，简单的我们做，困难的交给谁做？那祷告容易吗？祷告简单吗？简单。主就应许我们，你们做简单的就好，不要那么辛苦你们做简单的，在我里面有安息，你们不必那么忙忙碌碌的想东想西的，操烦一大堆晚上都一直在睡不着觉的，哇，一起床就觉得今天好累哦，还没工作就好累了，对不对？主说在我里面有安息而且借着祷告把你们的心意陈明出来就可以了。简单的你们做吧，困难的给全能的神做。阿们。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的哈。这是我这个礼拜要讲的吗？给我一分钟。弟兄姐妹，你平常祷告的时间通常是设定在什么样的时间当中？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当牧师呢在提到祷告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记得在2、3个礼拜前，那我们的一个长执会
那我们长执会呢，我们有一个执事呢，他就提出说，牧师，我们有没有更多的祷告会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牧师都有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来安排这个祷告会。那这次是因为遇到疫情，但是呢，我们现在更需要祷告。然后就这样子，因着这个姐妹的一个无意的说法，结果呢，神就兴起了我们的小组，开始有祷告会。所以呢，跟着牧师呢，他在讲道当中，神他就动用了我们，并且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大军。所以我们礼拜一、礼拜二都有非常棒的祷告会。所以我们要不要来祷告？祷告是不是简单的？祷告是简单的，所以就让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简单的就交给周牧师。感谢主哈。对，约翰卫斯理他说，神唯一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回应信徒的祷告。哇，这个太棒了哈！神爱我们，他一定乐意跟我们亲近。从旧约就很清楚启示，他是一个乐意跟我们同在、同行、同住、陪伴的上帝。所以到新约，我们说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阿们。就是降世为人了，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生活的空间现场里面了。那你就可以体会这位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约翰卫斯理他生命的经历，他的体会就是这样：上帝现在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不祷告呢，上帝就有事情做吗？好像就没事情做了，因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那我们今天牧师要先让我们来看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在五旬节以后，我们看神呼召彼得，然后彼得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他3次不认主以后，上个礼拜牧师有谈到他回到他的家乡，做他最拿手的事情就是捕鱼，对不对？哇！其实神呼召他也是做最简单的事情。他呼召彼得说：“我要叫你怎么样？”4个字。哇，标准答案，对不对？5个字啊，得人如鱼，对不对？得人如得鱼。那对彼得来讲，得人容易还是得鱼容易？得鱼容易啊！所以主跟他说：“我要叫你得鱼，得人如得鱼。”就像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只要跟随我，就可以做成了。所以彼得在主再次的让他回头以后，他不但兼顾了他的弟兄姐妹，并且他就真的在五旬节之后大大得着能力哦。可以说他红遍了天，因为在耶路撒冷无人不晓得彼得他是大有能力的一个讲道者。一次的讲道，许许多多人，3000、2000人都归向主，哇，真的太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当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也有一小撮的人怎么样反对他？因为他们手上有既得的利益，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没有了呢？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哇，我们就看希律王，他是统管犹太全地的哦。他知道这些的有一些的百姓，哇，他们抵挡彼得，而且彼得的做法会对当今的掌权者是有威胁性的哈。所以当希律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死以后呢，他就想尽办法要抓彼得，并且抓着以后就把他下到监狱里面。不是下到一般的监狱哦，圣经记载他是下到3层哦，3层的管控的监狱当中，手铐脚镣的都把他安置得很好，不会让他跑掉哈。因为他想得民心，所以他认为抓到彼得，把他处置，对他在那里统管这个地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我们看，对彼得来讲呢，昨天还是一个大红人，今天就变成阶下囚，对彼得的心境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哦。但是我们感谢神，希律是想得民心，派重兵来看管彼得，但是教会却
切切的为他来祷告神。而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希律是靠着人，教会是靠神，你就知道结果怎么样，对不对？很奇妙的，神派天使下到3层的这样的一个监狱当中，一层一层把彼得带出来，脚镣手铐断了以后，披上外衣，然后彼得好像是见异象般的，好像是做梦般的，就被天使一层一层带出来。到大马路的时候，天使离开他以后，他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没偶然的底家啦。7在这里了，不是我还在监狱里面吗？麦当劳就在正前面，哇！他才恍然大悟，神真的做了奇妙的大事在他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就有人这样的一个体会说，虽然是天使带着彼得来出监牢，但是却是祷告带来了天使哦，阿们。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能力，就在彼得的生命当中，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就必有收获，你确信吗？开口祷告就必有收获，我们一起说来，开口祷告就必有收获，这是一件的事情。因为主应许我们祷告他就垂听，他全天候在等候我们的祷告，他唯一做的就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你要相信，你祷告了，你交托了，神一定有作为的，阿们。神不会晾在那里，不，神一定有作为，按着他的计划，按着他对你最好的祝福，他一定有所安排的。我们要确信这件事情。从彼得的身上，从初代教会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如此大的信心，能够如此大的经历神的神迹呢？那是因为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历了旧约先知所应许的，经历了耶稣亲口对他们说的，而如今他们能够有这一般的信心跟能耐。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若你有一些想法要做，你觉得这是合神心意的，那从哪里开始？从五旬节的祷告开始，就把你的祷告就当作是五旬节里面的祷告，因为圣灵造访你，会必让你开启你的眼睛，来看见神的心意在哪里。你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一定把所有的都加给你，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在今天里面有很棒的一个领受。我们看这一群人本来是躲躲藏藏的，回到了家乡去捕鱼的，但是五旬节来到，我们看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当中，在他们的敬拜之处，哇，有雷声，有大的风吹过，而且有像鸽子一般的火降在每一个使徒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景象，让他们能够从内心里面更深的体会到圣灵的作为，就在这时候在他们的内心里面翻滚这样的能力不得不叫他们要怎么样大大的张口来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我被邀请到青少年牧区去第一次被采访我再次谢谢制作单位这样能够让我20年来有第一次的机会在青少年牧区被采访过去都是我们潘牧师在主责青少年牧区。那昨天被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都不知道题目是什么。我就说你们就随便考我吧，如果考倒了，就你们起来当主任牧师。对，昨天在问有一题目就说，周牧师，不晓得你在家里如果你很喜乐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敬拜神？你们想知道答案吗？想。但是如果牧师表达出来，你要跟着牧师学要不要？我觉得那是最棒的所以呢，你们想知道吗？后边的人不想，对不对？把眼睛闭起来。想吗？
我在家里最喜乐的敬拜是这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呀呀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哈！青少年发现说，这个动作好像周牧师的儿子女儿也有的样子哦。当然是有啊，所以我们昨天3个人在那里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西嘎啦啦，对，很喜乐的。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为什么忘了我是几岁呢？因为我觉得，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满意，是任何的外围的环境不能阻扰我的。因为我就是单单像一个小孩子，在我的天父面前，我跳舞不是给人看，是给我的主看。我用喜乐的心表达，是因为他充充足足的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那喜乐是挡不住的啦，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候使徒他们、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从内而外所呈现出来这一切的景象，让他们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让他们不得不用他们所有可以表达的，在那里高声赞美主，他们祈求主、祷告主，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心想说，这个如果用我们物质世界的话，怎么可以去表达那种的喜悦是淹不住的，埋没不了的，连挡都挡不住。我后来就想一想，有一个方式了。我是从来没有签什么乐的哈。那如果这一期呀，你不小心，你只买1张而已，刚好这一期就是15亿这样子，不小心就让你15亿独得的话，那你看到那个结果，你会怎么样？哈利路亚而已吗？那个感谢赞美主，我一般要奉献给永光教会，有没有？那我就问你了，你所信的耶稣值不值得比15亿还多？值得。你领受圣灵会不会比15亿的喜悦还多？你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因为牧师要让大家去感受到那个圣灵五旬节的时候，那门徒的喜乐是怎么样，以至于会影响周围的这一些四面八方来的人呐。哇，这个福音的能力展现的时候，建立的教会的初代教会的第一时间点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所有的历史教会都可以重复 copy 过去的。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哦。你看，从地中海沿岸这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看见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怎么会有这种的喜乐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满意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所以他们会说：“没是什么代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们好像是醉酒的感觉呢。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的生活要充满诗歌，充满赞美？因为这赞美的大能力是可以影响你，可以让你的心境转换，让你的环境改变，并且因为这样有一个美好的能力呈现出来，好像那个大海波涛汹涌，好像那个台风这样吹过境一样的那个能力展现出来的时候，叫周围的人不得不瞪大眼睛看你，你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中乐透彩吗？我说我比乐透彩中更喜乐，这是你我基督徒我们可以好好享受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大大张口赞美神，必有神大大的给予。阿们。我们一起宣告好不好？来，大大张口赞美神，必有神大大的给予。阿们。你愿意把它封存起来吗？所以你要大大张口赞美神哦，在生活当中
你总是需要大大的张口赞美神。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这一件事情发生到如今，我们就看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一些人看着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觉得好奇怪哦。一个喝酒喝醉醺醺的人，有2件事情会发生嘛。如果他的酒叫做啥？酒品好，酒品吗？酒品好的话，他就会怎么样？我要去，再见，就睡着了。如果酒品不好呢，就开始怎么样？打闹啊，哭啊，有没有？但是这一群人好像是醉酒的感觉，但是他们心醉，好像人又不醉；人醉，好像心又不醉。因为怎么样？他们不是呼大睡，也不是在那里大闹，而是开口来赞美，而且他们的赞美非常的美妙。那个共鸣的和声比4部还强，比我们的原住民8部还厉害。哇，他们的展现出来，又像醉酒，又不像醉酒。那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呢？他们在那里不晓得，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那时候彼得他就站立起来了，他就告诉这一些还在惊讶的这一些犹太人，这些从四处而来的人，告诉他们：你们所看的，就是旧约先知约珥所预言的，我们的神在末后的大作为，如今已经显明在我们身上，并且他用大卫的诗篇来证明，那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就是我们所巴望的那一位，未来要拯救我们的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主，他就是上帝。阿们。彼得这样的讲，让我们真的感受很深哦。因为彼得竟然能够从旧约这样连贯，若不是圣灵在他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若不是靠着圣灵的启示，他怎么能够这么当一位渔夫的人，对神的话、神的启示、神拯救的计划怎么这么厉害，而讲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彼得就把约珥所预言的告诉这一些人，让他们明白约珥所预言的今天成就了，而且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期待的就是他们的最伟大的国王大卫在诗篇里面所预言的，而今天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阿们。所以当时候，后来我们就看见有逼迫在教会，对不对？所以彼得才会被抓嘛，当时候逼迫来到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去分辨对面走来的这个是不是基督徒呢？有2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语的暗号，有没有？我们现在都看得到。那希腊文的简写就知道说，你是基督徒。另外一个，他们会说，你认识那被钉的拿撒勒人耶稣吗？他到底是谁？如果对方会说耶稣是主，或者是说耶稣是基督，他就知道你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宣称耶稣这个人他是主，就是神；他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所确立要来的那一拯救者。他就知道，你就是基督徒。很简单，就像人家打电话给我，周兴荣先生吗？我就知道这是银行打来的，了解吗？如果打来是周兴荣牧师吗？我就知道这是有关系的，是教会界打来的，很容易嘛，对不对？你说耶稣是谁？
如果你说耶稣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啊，被钉十字架啊，哦，你就知道你不是基督徒。耶稣是谁？耶稣是主我们一样，太好了哈！我们赶快来查圣经，敬拜赞美他。对，当时候就是这样来分辨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彼得如此一喜的讲道以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在圣经里面有无数几千个应许，但是神都一一在成就。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你读的圣经，你觉得这是神在你当下对你的应许，你就要相信他必成就，因为你的心意是交给神的，你的意念是属神的。如此的话，你就要紧抓住神对你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都必成就，你阿们吗？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确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接下来呢，我们看彼得跟这些门徒如此的一篇的讲道，能够叫这么多人来归向神，那很特别哦。这些四面八方来的，他们有不同的乡音，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口音哈。比如说，我来到台北讲台语的时候，台北的我们弟兄姐妹就说你会讲来对不哈？听你讲话就会讲腔哦，然后我听到宜兰的海口腔，我就知道你是海口人对吧？就是这样不同的口音，但是他们在那时候，当圣灵充满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敬拜主、赞美主，他们来传讲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竟然他们全然都听懂了，很特别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效应结果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吗？当节庆过后，这些受感动然后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基督徒的，他们要不要回家？有，他们带什么回家？带福音回家。他们带福音回家，你就可以想象，透过门徒他们的等候，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外显的这些的赞美吸引人，他们的祷告蒙应许，他们把神的真理用口讲出来以后，那所带出的能力，就透过这大群的可能上万的人，至少是上万人哦，他们就带回他们的家乡，把福音带回去。哇，这是一件很祝福的一件事情哦。阿们。就像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住南部的举手一下 ，OK 放下；住东部的举手一下 ，OK 住中部的呢举手一下，有没有 ？OK， 大概都会回家乡，对不对？回家乡以后就会回来，对不对？过年以后就要回来呀，家庭在这里，工作在家这里呀，教会在这里呀，对不对？然后有的就会把名产带回来呀，有没有？那名产带回来会送给谁呢？OK， 送给自己吃一吃啦哈。有时候想到就送给谁，送给谁，这样嘛，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说你们要送给我你们在笑，那个感觉怪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当这些领受恩典以后，回家乡，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彼得他们在这里领受祝福以后，他们的影响力透过祷告，透过话语，就把福音传扬出去。我就想到基督徒，我们祷告的能力在哪里？祷告的能力乃是逾越时空的。阿们。你的孩子如果在美国，你说我一定要到美国祷告，让他听见这个祷告才有果效吗？不，你在这里诚心实意的，全心依靠神，你所祷告的、所求的，神的作为就逾越，不必坐飞机，就直接在你所祷告的
人身上来施行他的救恩，施行他的安排、带领跟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就是如此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叫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进入祷告殿，我们就是把列国拉到我们的眼前来，并且求神祝福以后，神就差派他的使者到列国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做祷告是简单的，做困难的就交给神，就这是我们可以好好经历的，这也是我们祷告所站出来的威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很重要的关键，这世界的动态变迁非常快的一个阶段当中，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在世界的城墙上做一个守望的祷告者。阿们。我很感动，前天我看一本书，有一位牧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求神兴起台湾有1万个祷告的小组，有1万个祷告的小组。我心说，主啊，你有听见他的祷告哦？所以在2、3个月前就兴起我们永光教会，真的更多的来安排我们乐意祷告的来到主的面前。从今年开始，我们这样的一步骤一步骤的祷告，我们就看见整个属灵的氛围的改变，就在我们永光教会当中，就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里面。所以我们更乐意看见更多的牧区、更多的小组看重这一个祷告的权柄权力，兴起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祷告殿，更多的敬拜祷告。阿们。这是我们为世界可以做的。阿们。你说你为世界摆上的就是祷告，来，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可以影响列国。阿们。所以求神给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他们听从了耶稣的命令吩咐所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一些人，哇，圣经记载哦，这一些人来到彼得的面前，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不好？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们对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很熟悉？有没有？我再提醒一下，圣礼典只要有人要洗礼的时候，牧师都会宣布、宣告这一段经文，对不对？哇，就很特别哦。好，因为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看当中可能是上万人，但是有3000人说我愿意，我愿意。阿们。如果你在当中，你会举手说我愿意吗？阿们。感谢主。所以那一天圣经就记载，门徒约添了3000，一个极丰收的一个神迹祝福，就在这个初代的教会刚建立的教会摆上，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典范。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历史，都是期待这样的神迹能够重复在教会当中。如果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也因着看见这样神的恩典，更多的祷告，我相信那人数的加添就成为自然的成长。阿们。这是我们一定可以得着的。所以我们看彼得的他的呼召，就成为现今2000多年来教会，一直到未来不是几千年几万年，不晓得洗礼的誓约，都是按着彼得当时所领受的来重述。阿们。那我们永远会记得有一位耶稣的门徒就叫做彼得的。所以我们看整个生命更新后的彼得，他的所作所为都撼动了整个教会的历史，
都是教会历史期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再思考的。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对不对？因为他代表教会，因为他后来就是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耶稣把一个属灵最大的权柄给教会，也叫彼得来代表来领受。主耶稣说，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者，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极大的权柄给教会，而彼得也成为一位代表者来领受。所以我们看天主教非常的尊崇彼得，有没有？哇，他把彼得认为是第一位首任的教皇，所以所有的教皇的这样的一个世袭，是根据这样来从彼得所领受的来交棒给一代一代一代的教皇。但我们知道，我们用基督的信仰来看，我们知道彼得也是一个人，他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当他被基督所恢复更新复兴以后，他才是我们看见一个大有能力讲道、大有信心的彼得。所以他为什么如此可以这样？因为唯有一件最棒的事情，就是他跟随耶稣，而且他学效耶稣。保罗说：“你们学我，像我学谁呢？学效基督一样。”彼得没有说这一句话，但是彼得用他的言行告诉大家：你们学我，像我学耶稣一样。耶稣在离世的时候，唯有一件事情留下来，要门徒跟着做，就是学习他过去他们所看的。耶稣常到旷野去跟主交通，透过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来行在地上。而他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要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做什么？做祷告会。而在祷告会里面，这就是耶稣唯一留给门徒最后一件他们应该做的。而最后这一件就成为教会建立的一个关键。所以愿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阿们。你对自己说，一切要从祷告开始。来，对，一切从祷告开始。因为在祷告里面，不止你说，你可以听到圣灵对你说，圣灵会感动你，你该做的、该说的是什么？圣灵会教导你、指教你，合神心意的是什么，非神意念的是什么？这都是从祷告开始。所以，当我们再重新来看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跟安排。旧约的五旬节，神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天出埃及的那一天就叫做逾越节，对不对？从逾越节出埃及的第一天到第50天的时候，刚好是神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而来到西乃山下，有一件非常重要、翻转以色列人身份的，就是这一位神亲自呼召他们，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立约。”立什么约呢？这是永恒的誓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不要？还是你们要继续做以色列的奴隶呢？他们当然要做上帝的百姓喽。所以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神颁布诫命，让他们明白。所以旧约的五旬节是在纪念神呼召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而借着摩西颁布神的律法。而到新约的五旬节，我们看见刚好是从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开始来算，刚好是50天哦。那怎么会是刚好50天呢？有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用40天向门徒不断的显现，让他们明白，我已经复活了，你们不必再害怕，因为我过去所讲的都是真的，而且都实现了，让你们看见我现在是荣耀的基督，是神国度里面神要我掌权的，
你们跟随我是对的。然后耶稣要升天，40天以后要升天，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10天过后就是第50天，刚好是五旬节。而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以色列的年历当中，1旬就是10天，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五旬节呢？刚好是5个1旬，刚好就是50天。阿们。很特别的，从旧约里面跟新约的五旬节，牧师就非常的深刻感受到，哇，原来这就是耶稣要我们遵行的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呢。我们看旧约的五旬节，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帮助我们能够依靠耶稣活出新的生命、新的样式来。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因为我们遵行他的话。阿们。然后呢，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而且有口才，转变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真的有极大的一个祝福。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可以去完成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一个大使命。所以旧约的五旬节是教会的大诫命，新约的五旬节是教会的大使命。而我们也看见神祝福我们永光教会，我们遵行大诫命，就是透过细胞小组，透过培育学校，建造我们基督徒成为刚强壮胆基督的精兵。而我们也透过幸福小组所开的细胞小组所开的幸福小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尖兵，去执行耶稣要教会做的大使命。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清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五旬节的门徒祷告殿开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同心合意求，天父就必成全，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阿们。我们一起来说这一句话，来，我们同心合意求，天父就必成全。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他的心意在哪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乎他的，在他的里面，他为我们所预备一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OK， 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18章19节。再一次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18章19节。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天上开启祷告殿，与我们连结，而把我们所祷告的带到父的面前，并且主应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哪里祷告，他就在那里，他荣耀的同在彰显，叫我们确信我们祷告的对象就在我们的眼前。这是我们的祷告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祷告，你不做最简单的事情、容易的事情，那你要去做那些困难的事情吗？那你就更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们做简单容易的事，困难的交给我们的天父阿爸。阿们。让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
呼吸新的气息。一颗目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归归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你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我们以祷告冲破黑暗，熊熊烈火创造祭坛，跪下的双膝直达天堂，祷告为你全地震撼。祷告是容易的，所以我们应该做容易的事情，把最艰难的交给我们的父上帝。他是大能大有权柄的神，当我们确信的时候，他必为我们成就一切所求的。阿门。重新再以诗歌来敬拜他。以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一颗目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归归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你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我们以祷告冲破黑暗，熊熊烈火创造祭坛，跪下的双膝直达天堂，祷告为你全地震撼。双膝跪在主脚前，世界跑在我们后面，合一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双膝跪在主脚前，世界跑在我们后面，合一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你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我们以祷告冲破黑暗，熊熊烈火创造祭坛，跪下的双膝直达天堂，祷告为你全地震撼，祷告为你全地震撼。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随时随处都在等候我们。当我们开启祷告殿的大门的时候，你就
差派耶稣基督荣耀彰显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你唯一要做的，你说只成全我们的祷告。你唯一期待的，就是我们两人同心，你就同在。主啊，把这权柄跟应允，叫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成就，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天天时时刻刻紧抓住，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棒，越来越蒙福，越来越有喜乐满溢出来。叫我们每次开口歌颂的时候，是卸下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的重担，喜喜乐乐的来到你跟前。让我们的教会一起敬拜的时候，那敬拜的氛围充满了喜乐，洋溢的感恩，洋溢一切所可能的赞美。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叫我们实践活出你的喜乐，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来。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跟隔壁说，我会继续学习更棒的祷告。来，我会继续学习更棒的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让祷告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强而有力的一个依据，就是神他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刻，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真心实意的来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我们一起来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兄姐，请坐。接着，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好，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呢，在礼拜一、礼拜二晚上
特别呢有我们的2个牧区，是我们的兆民牧区，还有我们秀莲牧区呢，他们有来认领了祷告会，所以我们的牧区的同工们，还有我们的各个小组的组员们，我们都可以选择你要在礼拜1或者是礼拜2晚上，在我们的祷告殿，那我们会有主领的同工来带领我们，在这个祷告会里面的非常充足的一个赞美跟祷告，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来把握时间。刚刚牧师在说到提到祷告，我们家里面的冰箱如果没有插电会怎么样？里面的东西会坏掉，你知道吗？我们就像那个冰箱一样，冰箱如果没有插电呢，冰箱它就没有办法运作。所以祷告呢，就好像把电线呢要插到那个插座上面，让电源通到我们里边。所以祷告是时时刻刻都要的。因此呢，不只有在祷告殿里边，每一天我们的祷告都是必然的。我们在礼拜6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为了整个台湾呢，我们发起了一个祷告会，在礼拜6有许多人在这里祷告，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摆上。2、3个人只要同心合意在主里面祷告，神他就必应许。我们有没有许多的事情都需要神来应许？有吗？有，所以我们有更多的人回到祷告殿来礼拜。期待呢，我们在看到周报上面呢，祷告殿呢，在这个礼拜有60个人次在这个当中，你是不是这其中的一员呢？欢迎你都成为这个列国的祝福。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幸福小组的第2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新朋友，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热情来到我们当中，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说：“哇，你们的教会好热情哦！”他也很想要感染这样的一个热情哈。所以呢，你看到他们桌上所摆的这个东西，不只是好吃而已，而是呢，这些的幸福小组的同工组员们呢，每一个人都带着基督的热情来欢迎这些的组员。这个就是教会，也就是神所喜悦的用喜乐的心来欢迎众人来到我们当中。好，我们今天呢有非常重要的意向传递会，所以呢我们的核心同工呢，我们的长职铁三角，还有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同工，以及我们领袖班毕业的同工，以及我们的首长我们的乐团的首长都要来参加，让我们知道明年牧师提出的一个意向，我们呢要往哪一个方向，我们同工都要来清楚知道。好，另外今天的圣诞节的小组布道呢，筹备。我们的这些的小组长呢也要聚集。好，另外在下个礼拜的第二堂我们有洗礼跟圣餐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要报名的也可以尽快来报名。在下个礼拜是我们的洗礼跟圣餐。那我们呢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们也可以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你的受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所以呢可以呢让亲友团可以组亲友团来参加，然后呢来为你祝福。好，我们在接下来的礼拜6是我们的音乐课，所以请我们这一些报名的弟兄姐妹呢要来上这个音乐课。那这个音乐课呢上完呢，礼拜天就是下个礼拜天呢，我们这些音乐班的学生呢要来献诗。下个礼拜天我们会在这边看到音乐班的学生来献诗所以呢要记得礼拜6要来练习。好，那下个礼拜召开圣诞的节目的二筹。好，另外呢我们的赞美乐团的西团呢是在下个礼拜也有研习会。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恭喜我们教会有2位进入到新店行道会的卓越侍奉神学院在那里开始来接受装备跟训练。有这2位姐妹慧燕还有怡静，有没有在这里？怡静有在这里啦，怡静好，那怡静还有慧燕好，那上帝呢继续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更得着许多的领受，然后在服事上面，在个人的生命上面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
那另外呢，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同工呢，我们的小组长带着我们的同工来赶快来报名，在11月21号，这个是由我们永光教会我们主责，所以我们要负责北部地区的教会，所以我们的同工一定要比别人快报名，因为呢，我们这边的干事同工都要做名牌，所以我们要赶快来报名。那早上呢是杨习如牧师呢，他分享，还有他带他的团队也要来教练我们。那下午呢，下午是分组，所以呢，我们教会因为有好几届都开过幸福小组，所以呢，我们教会的同工呢，我们会成为幸福小组分组的教练。所以呢，各个教会分组之后呢，那会派我们教会的同工有担任过组长的，由牧师来指派，会邀请你来做教练，所以呢就会分配到其他的不同教会的一个组合，然后来教练他们。所以牧师呢期望我们今天可以完成报名。那有一些人说，牧师我也很想要参加，可以吗？我们是长职铁三角，还有有担任过幸福小组的辅长以及实习辅长，还有以及我们领袖班毕业，因为领袖班毕业就是准备要传福音成为同工。好，那另外呢，就是你对传福音有热情的，这一次我们也开放对传福音有热情的，你也可以来报名，即便你还没有担任辅长，好，所以你也可以来报名。所以请我们来留意这个事情哈。那一天呢，我们教会呢会派一队我们在幸福启动日呢，那个冠军队会出去行动剧表演。会行动剧的表演，而且那一天呢，也会动用我们永光教会参加的同工呢，要做许多的接待，然后还有便当的分发，都是要我们来哈。所以我们同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习会，所以只要你在这个位置上面呢，牧师鼓励你大大的祷告，你可以参加，而且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荣耀的呼召。好，再来。好，我们特别为这几个姐妹来祷告，就是我们的阿秀姐哈。好，再来是我们的玉清姐的母亲素霞姐妹哈。好，还有我们的林世梅姐妹。那这个是义慈的婆婆，哈我们比较不认识，但是呢，我们都为这些年长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我们祷告就好像怎么样？电线接了电之后呢，就通了，全身畅通，而且呢，凡事也都通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因着你的祷告来蒙福。阿们吗？阿们，感谢主。好，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是国良弟兄所邀请来的意涵，是不是？意涵在哪里呢？好，意涵，哎呀，上帝也祝福意涵在我们里面哈。好，感谢主哦，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好，我们来，嘉颖来，嘉颖是智勇的朋友。好，嘉颖非常的欢迎你哈。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嘉颖。好，再来，珍怡，好，珍怡姐妹，好。我们也非常的欢迎珍怡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哈。好，再来。好，我们来欢迎施佳姐妹在我们当中。哇，我这样子看，一直以为她是那个雨山。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施佳在我们当中。好，再来，我们再来欢迎，还有一位。好，纯颖，好，纯颖在我们当中。好，纯颖呢，她是我们小鱼呢在巴黎所认识的朋友哈，她也在那里留学，那现在回到我们当中，所以呢，她也来到我们里边。小鱼还特别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你一定要给我们的纯颖呢留在我们永光哈，所以呢，她真的就来到这边，所以呢，她现在已经进入到民谦小组，对不对？好，进到民谦小组。好，还有到这些其余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真是非常的欢迎你们，而且呢，神也把那福分呢一次又一次的加在你们身上。好，我们还有新的朋友，好，
李长辉，是不是？哈，感谢主，长辉是那个谁带来的？介绍人彩莹嘛，哈，好，彩莹他的朋友哈，好，我们一次的欢迎。好，我们请这些的新朋友呢，神要将大大的福分的加在你们身上。好，请新朋友起立。然后呢，我们陪伴的人呢，也陪伴他们。然后呢，我们的接待的迎宾团队呢，要来把教会的礼物来送给你们。好，来，我们从这边，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来到我们当中，哇，每一个礼拜都来到我们当中。好，这个时候，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彼此祝福。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好，我们要用热情的爱来看着对方。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好，转另外一个方向，给另外一个人，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好，我们向着中间哦，来，大家都向左向右转，看中间，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喜乐充满你们。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愿圣灵丰丰富富的恩典与带领，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当中，都经历基督救恩的美妙，也并且透过天父大大的恩待，让你们丰盛有余，成为美好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我们。